亲爱的弟兄姐妹，主日平安。愿主耶稣的灵今天与你跟我同在，让我们今天在圣经的信息分享上头能够得到造就。主堂教会最近的查经的主题，我们常带了一个主题叫做耶稣基督的课堂。最主要的一个学习的焦点，就是在探讨，如果主耶稣基督来到主堂教会，他到底会对主堂教会的弟兄姐妹讲什么样的信息？我个人深受感动，我重新在复习我跟弟兄姐妹一起成长的这些岁月当中，到底我有没有帮助我自己所亲爱的弟兄姐妹，能够真正的听到耶稣基督所传讲的非常重要的天国的信息？在神的帮助跟圣灵的帮助当中，那我就得到了这一个感动。我觉得主耶稣的课堂上，他讲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课题，就是人需要重生。主堂教会是一个曾经受伤过，而且没落过，也因着台湾的农业社会转型成为工业社会的过程当中，这一个农村的教会变成一个人口外流没落的教会。所以这个教会曾经有一段非常辛苦的时间，也缺乏牧者长期稳定的一个牧养，所以这个教会渐渐的就濒临到这个几乎要关门的这种窘境。但是主耶稣基督让主堂教会成为一间能够重生的一个教会。我们的故事，我们的经历，就好像在2000年前，主耶稣基督对尼哥底母所讲的重生的信息。所以今天主日的信息，我要跟各位弟兄姐妹通过3段的经文来默想，来省思，来领受圣灵的教导。我们怎么样成为一个重生的基督徒？我们怎么样成为一个重生的信仰的族群？这3段的经文都环绕着重生的信息跟主题。约翰福音是耶稣基督对尼哥底母所呼召的，非常重要的，在圣经里面几乎是非常少，但是却是占了非常重要的一席之地的天国的福音的信息。耶稣对尼哥底母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进天国；人若不重生，就不能够看见天国。这一段的经文让我们回到了耶稣基督降生之前的600年，就是在巴比伦进入到耶路撒冷，以色列人被俘虏成为奴隶，以色列的民主从此亡国之后，遇到了非常辛苦的一段民主的时间。这一段的时间被记载在先知书当中，特别是以西结书的第37章、36、37章。在这段的经文当中，描述了以色列人遇到巴比伦王国的侵略，整个民族的崩亡，耶路撒冷圣殿的毁坏，以色列人被俘虏成为一个奴隶。以西结看到圣灵所带领他的一个异象，他看到满山满谷的枯骨，所有的生命死寂。那在这种的恐惧跟这种的伤感的当中，神给以西结传递的一个盼望的信息，就是在以西结书第36章，我们称之为上帝的神谕。神说：我必将我的灵吹过这些枯骨，然后让这些生命重生。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们用这2段的经文来回想耶稣基督他所说的重生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当然我们要明白耶稣基督的重生，可以从他的服事跟医治的故事当中看到。更重要的，主耶稣基督亲自用他十字架的凯旋跟十字架的生命来告诉我们，死亡并不是掌权，而是神的灵才是真正的复活跟重生的掌权者。那让我们也用今天的金句，就是诗篇第51篇作为我们的祷告。我们跟神呼求说：求神为我们造清洁的心，赐给我们正直的灵。恳求神赐给我们清洁的心跟正直的灵。让我们跟随着圣灵的感动进入到今天的经文。首先我要用约翰福音第3章耶稣跟尼哥底母对谈的这个故事。
在一个夜晚，这一个很尊贵的法利赛人尼哥底母，也是贵为犹太人的一个政治领袖，他来到耶稣的面前，因为他听到耶稣基督的传说，所以他从心里面渴望能够知道耶稣基督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先知。在这个夜晚的暗访，我们知道暗访的意思就是他没有一个公开的行程，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这一个法利赛人尼哥底母，其实他也害怕他的族群来跟耶稣对谈，但是耶稣就晴天霹雳的就跟他谈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非常明确的告诉他，人若不重生就不能够进到天国。这一段的经文其实就让我们知道，耶稣今天的课堂其实他谈到的就是一个天国的福音。各位弟兄姐妹，耶稣这么说，耶稣对尼哥底母说，我实实在在的换成一个口白的话语，就是我非常的真诚的告诉你，尼哥底母，我非常的真诚的告诉你，人若不从水跟圣灵来生，就不能进神的国。尼哥底母听到了这一段话之后，他非常的好奇，他就问耶稣基督说，主啊，那我怎么样才能重生呢？我岂能够再回到我妈妈的子宫，能够回到妈妈的腹胎，然后重新再活过来吗？不可能。所以他就问了主耶稣基督，什么是重生？所以另外一段的经文是在以西结书第36章的第25节，圣灵通过以西结先知，他传递了神耶和华上主要让这一个被俘虏的以色列民族能够从为奴的情境当中成为一个重新复活的主的子民。主这么说，他说，我必用清水洒在你的身上，你们就必洁净，我要洁净你们。起因是来自于以色列人，他们已经亵渎了神的荣耀的名，他们过了一个世俗的生活，在道德生活上世俗化，在宗教信仰上参差了许多的其他的偶像崇拜，所以神就兴起了另外一个国度，叫做巴比伦，让以色列人知道神的契约是何等的神圣，神不允许他的子民亵渎他的名。所以神再一次的呼召以色列人，他跟他说，我必用清水跟圣灵来洁净你。洁净是一个宗教信仰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信仰的课题，让我们能够从今天的旧约的经文跟新约的经文，我们在耶稣基督的面前谦卑的祷告说，主耶稣，我在情感上我认识你，我在情感上我喜爱你，但是让我的灵真的因着你而复活，我不只是在情感上来跟随你，求主让我的里面有清洁的心跟正直的灵赐给我一个新的心跟新的灵。若不是你的圣灵，我岂能够脱离黑暗的权势？各位弟兄姐妹，愿神听我们的祷告，因为这一句话本来就是先由神自己所宣讲，不是因为我们的祷告，而是神已经先表明他愿意做一个洁净跟医治跟让人从死而复活的这种的福音。各位弟兄姐妹，在主日，特别是在主日的信息当中，每一次的主日都是我们重新在主耶稣基督复活的灵与他同行，让我们在神的面前来聆听主耶稣基督的这一堂课。主耶稣不只是对尼哥底母宣讲了这个天国的福音，更重要的弟兄姐妹，主耶稣的灵在今天也对我个人来宣讲了这一个重生的信息。我身为一个基督徒，这么长久的年岁当中，我一直在追求圣经的教导。在今天要跟各位弟兄姐妹分享，我觉得我自己有许多的不足，不能够将重生的喜乐跟重生的满足能够那么的坦然跟各位弟兄姐妹来分享，也渴望圣灵亲自跟你同在，因为神让我站在这个死而复活的主堂教会，这个就是一个见证。神能够让这一个没落的教会重新复活，神也能够让每一个没落的基督徒的家庭重新死而复活，失而复得。让我们来聆听主耶稣基督的教导。
重生，耶稣用重生来连接到天堂。人如果没有一个新的眼光，人如果没有一个洁净的心灵，就很难看到圣洁的神，就很难看到神荣耀的国度。让我们在神的面前敬虔的摆上我们自己的祷告，我们来聆听主耶稣对尼哥底母所讲这一句话。主今天对我讲说，我亲爱的孩子，我很真诚的告诉你，人如果不重生，就不能够看见神的国度。各位弟兄姐妹，这是和合本的圣经的翻译。他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够看见神的国。各位弟兄姐妹，重生这个字眼在希腊文其实它有2种翻译，所以一样是在中文的圣经翻译，天主教的圣经它就翻译成为由上而生的生命。人若不由上而生，这是思高本，就是天主教天主教会他们所使用的思高圣经。这一本的圣经它翻译由上而生。原来圣经里面这个重生这个字有2个意思。第一个就是重新再来，从头再来，我一个新的生命，以前旧的老我已经死掉了，今天是一个新的我。所以和合本的圣经是用重生这个字眼来翻译这一个耶稣的教导。但是思高本的圣经它翻译成为由上而生，意思就是说，人如果不是从圣灵而来的生命，人如果不是领受从天国而来的生命，人就不能够看见天国的宽广、尊贵跟荣耀。各位弟兄姐妹，不论是重生或者由上而下，最重要他谈到的是来自于圣灵的帮助的新生命，来自于耶稣基督十字架宝血所赎回的新生命。愿主耶稣用他的灵来带领我们明白神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那尼哥底母就回应了主耶稣基督，他就问说，我已经老了，我如何能重生呢？就好像我们说，人生就好像一个没有回头的一条旅程，时间不可能时光倒流，我也不可能回到我在妈妈的腹胎的里面那种生活。各位弟兄姐妹，生命只能够往前走，没有人能够重新再来，而且人生只有一次。但是主耶稣基督谈的这种奥秘，唯有天国有。他说重生，所以这句话也带给我们一种渴望跟祷告，说主啊，再给我一个机会。主啊，再给我一个机会。当我站在你的面前的时候，我的生命重新的衡量，我过去我是否已经满足？我展望我的将来的生命的旅程，我就跟神求说：神啊，如果可以，让我重新再来，再给我一个新的机会。尼哥底母跟耶稣基督的对谈，不只是一个2000年前的故事，更重要的，各位弟兄姐妹，这个故事呼召着你跟我。我们如何成为一个重生的基督徒？这一段的对话带给我们3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尼哥底母跟耶稣基督相遇的这一段的故事，带给我们3个非常重要的属灵的问题。第一个，什么叫做重生？第二个，重生的生命会怎么样呢？第三个，我怎么样才能够重生？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们跪下来祷告，因为这个祷告太重要了。如果我们了解重生对我们的生命是何等的重要，我们会巴不得我们在神的面前能够真的在神的面前降服认罪，说主啊，以前的种种是我的无知，恳求你让我今天再给我一个机会。重生会带给我们什么样的新的影响呢？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们来听耶稣基督的教导吧。重生的人就能够进入到神的国度，因为神说上帝的国临到在我们的内心，如同在天上。各位弟兄姐妹，这个意思就是重生的生命就是活在天堂的，天堂在我心，活在天堂里面，天堂在我心。所以重生的人，他在此时此刻，今生今世跟来世，都是能够进到神的丰富跟神的信望爱的里面。那人应该如何重生呢？耶稣就跟着尼哥底母讲了2件事情。第一个，
由水而生，由圣灵而生。由水而生，就是通过教会的权柄，通过教会的聚集，通过教会的礼拜，通过教会用水为人施行，人就从水里面得到新生命。从圣灵而生呢？从圣灵而生，就是圣灵裂天而降，就如同烈火，清凉的风，就吹进了人的生命的里面，人就得到了新的气息。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们在祷告当中恳求圣灵，不只是让我们明白，而且让我们享有这种来自于圣灵的，是由内而外，由外而内。由外而内是通过洗礼，由内而外是通过圣灵跟耶稣基督的宝血。让我们进到神耶稣基督的面前，我们呼求耶稣基督说：主耶稣基督，今天就是我归属于你，是我重生的日子。所以有许多的基督徒习惯也喜欢把受洗的那一天称为自己的第二个生日。我们从母胎降生在这个世界上，这个生日是第一个生日。我们经常说我的受洗站立在神面前，在众人的面前承认主耶稣基督是我的救主，我接受领受洗礼的时候，那是我第二个生日。各位弟兄姐妹，每一次我们在神的面前破碎自己、谦卑自己称主尊主为大的时候，那个都是我们复活的日子。各位弟兄姐妹，重生是我们生命最重要的一个转捩点。每一次的礼拜天，每一个复活的主日，都是我们与复活的耶稣基督同行的日子。愿主耶稣的灵今天将天国安置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内心。因为耶稣说，天国就在你们中间，天国就在你们的心里面。各位弟兄姐妹，若有人在耶稣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这个就是重生的意义。保罗说，若有人在耶稣基督里，他就是一个新造的人，他的生命是一种完全新的他的价值观，他的判断，他对世界的执着，完全有一种不一样的抉择。他说，过去种种，我以世界的荣华富贵为重，但是今天的种种，我以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为贵。各位弟兄姐妹，保罗所讲的这句话就是诠释了重生的真正的意义。因为他已经进入到耶稣基督的国度，他知道没有天底下所有的荣华富贵都不能够高过耶稣基督的荣耀能够荣耀光照在他的生命当中。各位弟兄姐妹愿主的灵提起我们的灵，让到主耶稣基督的施恩宝座前，而且赐给我们新的眼光。主耶稣不只是宣讲这一个重生的信息给尼哥底母，其实主耶稣基督也曾经用他的权柄用来自于上帝的能力医治了许多生病的人，甚至让拉撒路死而复活。耶稣也触摸了那个生来就是瞎眼的人，主耶稣基督触摸了他的眼睛。这一个瞎眼的人他突然的顿悟了一件事情。他说，我生来就是一个瞎子，但是为什么今天我能够欢庆，我能够赞叹，我能够看见我以前所看不见的这个世界呢？这个人说，有一件事情我知道，我生来就是一个瞎子，但是今天我却能够看见。各位弟兄姐妹，愿主耶稣基督2000年前医治的那一个瞎眼的人，就是今天我们共同聆听尼哥底母的这一个圣经福音的信息的我们。主耶稣基督开了我们的耳朵，开了我们的眼睛，开我们的心房，让我们在主耶稣基督的面前能够欢庆说，今天我知道一件事情，我的生命得到翻转。今天我确定一件事情，我的生命从今天开始将要不一样。愿主耶稣复活的灵与我们同在。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不只是用我们的情感来认识耶稣基督，我们必须用我们的灵，用真理，用灵，用真理来领受耶稣基督的教导。因为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他用他神的话语来翻转这个世界。因为这个世界有许多人崇拜的是人间的荣华富贵，但是主耶稣却教导我们说，你们不要求这些吃什么穿什么喝什么，你们当先求神的国度跟神的良善跟他的公义。各
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用情感来跟随耶稣基督，我们也应该用一种谦卑的追求真理的心的态度来领受耶稣基督的福音的信息，让我们在心里的深处安静聆听，让我们安静下来，我们自己在我们的内心当中空出一个圣洁的房间，邀请主耶稣基督的灵进到我们的里面，来翻转我们的生命。重生的改变是从内心深处，重生的改变是从我们的灵魂的深处。各位弟兄姐妹这种的翻转是一辈子的功课，是每一天的功课，不只是我们决志领受洗礼那一天而已，而是我们终其一生，直到有一天我们在天上见到荣耀的父神。我们的一生当中，每一天都应该是一个翻转的日子，能够从我们的内心当中聆听到圣灵的劝告，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所讲的话语，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各位弟兄姐妹，耶稣对他的门徒所讲这一句话，今天也临到我们的耳朵。主耶稣基督说，若有人要做我的门徒，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舍己的意思就是火热自己，舍己的意思就是让以自我为中心的人生观改变成为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人生观。所以耶稣基督说，就当舍己，火热自己，谦卑自己，天天的背起十字架，天天的背起十字架。这个十字架就是让神的真理来改变我们生命的一个旅程。愿主耶稣基督今天呼召我们。所以在今天主日的信息，我要跟各位弟兄姐妹分享2个祷告。第一个祷告，这是改变我们一生的一个祷告。主啊，再给我一次的机会。主，求你再给我一个机会。主耶稣，求你教导我做一个重生的基督徒。如果我过去的生命只听道理，只听讲道，并没有真正的活出神主耶稣基督你的圣洁的教导。主耶稣，求你怜悯我，从今天开始，主耶稣，求你洁净我，用水，用圣灵。主耶稣基督帮助我。主耶稣基督，求你对我讲话，就如同你对尼哥底母讲话一样。主耶稣基督，你有谈到说，我必须要领受从天上而来的生命。主耶稣，我就回想到你在山上宝训当中，你曾经谈到了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要看见天国。清心的意思就是内心洁净，就是心里面不再有污秽，就是一个纯洁的、完全的、洁净的。所以我们经常在教会里面流传的一句话说，如果要喝干净的水，就要拿干净的杯子来领受。我们如果要领受耶稣基督圣洁的福音，我们就必须要用一个清洁的态度跟清洁的心灵来聆听主耶稣基督的教导。这是由天而降，是从天上所赐给我们的。各位弟兄姐妹，当我们渴望的时候，神就为我们预备。因为神在我们还没祷告之前，其实天父就好像在等候那个浪子的爸爸。耶稣已经讲得非常的清楚，我们的天父其实早就为爱他的人预备了赏赐一个新的生命，是前所未有，是眼未见耳未听，也心未曾能够猜透的一个奥秘。各位弟兄姐妹，神为我们所预备的是什么呢？是从天而来的新生命，是一个重生的生命。让我们在今天的礼拜当中，我们听到了尼哥底母的故事，我们跟主耶稣基督说，主耶稣基督，我需要这种新生命。主耶稣，当我向你举起我的祷告的手的时候，主耶稣基督，求你用十字架的宝血洁净了我，带我进到神的国度，从天上赐给我天上的新生命。主耶稣基督，求你的灵来聆听我的祷告，再给我一次的机会。各位弟兄姐妹，再给我们一次的机会，这种祷告是我们生命当中不能够缺少的祷告。各位弟兄姐妹，为自己的生命在神的面前抓住机会，跟神求说，主啊，求你的灵降临在我的身上。因为主耶稣早就已经应许，主耶稣早就已经呼召他的门徒进入到内室，在耶路撒冷的房间里面
跪下来祷告，等候五旬节的圣灵。主耶稣基督升天之前，就已经告诉他们说：你们必在城里等候，有圣灵将降临在你们的当中。各位弟兄姐妹，2000年前的圣灵也是今天与我们同在的圣灵。如果不是圣灵，我们今天没有一个人能够在神的面前猝然的站立在神施恩宝座前。这个圣灵今天仍在。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们领受这个圣灵，从今天直到复活节，直到5月今年的圣灵降临节。各位弟兄姐妹，领受圣灵的生命决然不一样。没有圣灵的生命，人生如苦海；领受圣灵的生命，人生就如同畅饮上帝所赐给我们的，我们就举起了福音的杯来品尝福音的滋味。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们在今天耶稣基督的课堂上，我们跟耶稣基督说阿们。我们跟耶稣基督说：耶稣，我虽然智慧不够，我虽然不了解那么深奥的道理，但是我心里愿意，我将我的生命就摆在你的手上。我要领受你所赐给我的帮助，我要领受你从天上所赐给我的圣灵，我要天天的与你同行，我要畅饮，我要举起生命的杯，如同大卫的祷告，我要举起生命的杯在你的面前，来品尝福音的滋味。各位弟兄姐妹，大大的张口，主的福音，主的福杯早已为你而我，你与我而备。各位弟兄姐妹主的恩杯早已为你我而预备。让我们在神的面前，从内心深处来品尝，从我们的内心深处来领受，从我们的内心深处来赞美，来活出神所赐给我们的新生命。让我们用祷告，用大卫的祷告，就是今天的金句诗篇第51篇第10节11节。主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赐给我正直的灵。主啊，求你赐给我清洁的心，在我里面为我造清洁的心，赐给我正直的灵。不要从我的里面收回你的恩典跟你的圣灵。主啊，求你怜悯我。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们在圣灵的面前牢牢的抓住圣灵，我们恳求圣灵成为我们的保惠师，让圣灵在我们的内心对我们讲话。圣灵如果在我们的内心讲话，我们的就心存善念；如果圣灵不在我们的里面，我们的心里面的血气的老我就会讲出邪恶的恶念。各位弟兄姐妹路加福音就记载了耶稣基督的劝告跟教导。他说，有圣灵良善的人，他心里面就存着良善，因为他是从圣灵所散发出来的良善。那些属血气的人，那些恶人，他们心里面所存的，就是由他们的血气跟老我所散发出来的一个邪恶的血念。各位弟兄姐妹，愿圣灵与你我同在。那再过来，我要跟各位弟兄姐妹回到刚刚我们问的第3个问题：我们当如何才能够重生呢？我们当如何才能够重生呢？今天的经文，不论是在以西结书或者在约翰福音第3章，他都谈到了2件事情。第一个，他谈到从水跟圣灵而生，从水跟圣灵而生。在教会我们都了解施洗的时候，牧师都会用水来为人施洗。不论教会的施洗是一个浸信礼，或者是一个滴水礼，都是用圣洁的水，用一个干净的水来代表一个洁净。各位弟兄姐妹，这一个仪式就是代表主耶稣基督将这个洗礼的权柄，将这个洗礼的这个教导跟教训来交托给他的门徒跟教会。所以主耶稣也曾经在施洗约翰面前说：我理当尽诸般的义。因为主耶稣基督也从施洗约翰的手上领受了水的洗礼。虽然施洗约翰知道他不配为耶稣基督施洗，但是耶稣基督说：我们理当尽诸般的义。意思就是在众人众目睽睽之下，我公然的承认耶稣基督成为我的救主。我通过教会的这个礼拜，这个施洗就成为我一个活生生的一个记号。各位，这是一个外在的，他用水来象征，好像我们每天在外工作脏兮兮的回到家里面，我们带着一个汗水臭味，我们带着一个肮脏的躯体，我们回到家里，我们要安歇的时候，
我们习惯洗个热水澡，让自己干干净净。水是代表从外的洁净，圣灵是代表耶稣基督的宝血内在的洁净，它是里外合一。各位弟兄姐妹，愿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所做一个里外合一的基督徒。我们在众人的面前承认耶稣是我的救主，我们在我的内心当中也用我干净的灵来服侍这一个拯救我的耶稣基督。以西结书第36章25节，上主耶和华赐给他的灵，让以西结先知听到这一句话。以西结听到圣灵的声音说：“我必用清水洒在你们的身上，你们就洁净了，你们就洁净了，你们就脱离了一切污秽。”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们在今天聆听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在神的面前就感谢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耶稣基督说：“主耶稣基督，你不只是赐给我干净的清水来洗涤我的污秽，你甚至用你的宝血，你设立了这一个新约的杯，你用你的宝血的洁净了我，让我脱离了一切污秽。主耶稣基督，我赞美感谢你。”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在教会的共同生活当中，就有这种内外，外在用水的施洗，内在用圣灵的施洗。我们在人的面前不再是一个里外不合一，相反的，我们不断的让我们的里外是合一的一个基督徒，不再戴一个假面具，不再带着一种虚假的言语，而是带着一个干净的心，内外心灵身体都得到圣灵的怜悯跟救助。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们在神的面前为自己生命的重生做祷告。我们跟神求说：主啊，求你让我的生命由内发自于内在的改变，以至于我外在的生命也改变。各位弟兄姐妹，知易行难，意思就是说，我内在的意念有改变，但是有许多的我外在的行为，我的习惯其实不容易的，不容易改变。我们身为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有许多惯性的习惯，但是如果有圣灵与我们同在，江山易改，本性就不至于难移。因为我们的俗话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如果有圣灵的帮助，我们的里面的翻转会大过于外面的翻转，会超过于我们的行为，是因为它是来自于我们内心的这个真正的圣灵成为我们的主人。这个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就带给我们新的价值观、新的态度、新的想法，然后赐给我们得胜的权柄和力量。各位弟兄姐妹，从圣灵而生的就是属圣灵的。所以保罗说：住在你们里面的灵，住在你们的里面的灵，如果让你们得自由，你们就得到真自由。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与我们同在的圣灵，如果是给我们真自由，我们就得到了真正的释放，真正的自由。各位弟兄姐妹常常为自己的内心做守望跟祷告，常常为自己的内心做守望跟祷告。我们就问我自己：我现在的情绪是合理的吗？我现在的情绪跟欲望是神所喜悦的吗？让我们在神的面前经常的被圣灵的提醒，我们就成为自己生命的一个负责任的一个基督徒，让圣灵活在我们的里面。今天的以西结书是在2600年前，当巴比伦的军队进入到耶路撒冷。所以如果各位弟兄姐妹今天回去看以西结书第37章，你会看到一个让我们心生恐惧的一个图像，就是以西结在圣灵的帮助当中看见了一个异象，就是在迦南地，在整个这个平地当中以色列所拥有的这个应许之地上遍满了一个枯骨。那他知道神的毁灭跟这死亡将临到这一个民族，
但是神也给他一个应许，当他们得到洁净归回的时候，他们将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各位弟兄姐妹，今天的神不是一个咒诅人的神，神是一个洁净人的神。所以神说，因为你们亵渎了我的名。以色列人曾经在历史当中多次的亵渎了神，但是神永远没有放弃他们。今天我们重新回到以西结书第36章的时候，神给我们的一个应许，我们称之为神的救恩，是一个福音性的一个应许，也是一个重生的一个应许。神说，我必赐给以色列百姓一个新的心，我要将我的灵，新的灵放在他们的里面。就好像神创造亚当跟夏娃，那亚当跟夏娃因为吃了善恶果他们就被驱逐离开了伊甸园。但是神又重新将这个救恩的灵气吹进到亚当跟夏娃，就是我们成为亚当跟夏娃的孩子，我们就成为一个神的新造的一个生命。神说，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的生命。各位弟兄姐妹，我深深相信神要用他的圣灵来改造我们的教会，神要用他的圣灵来改造我们的家庭，神要用他的圣灵让我们在这个弯曲悖谬的世代被人看见，而知道什么叫做上帝的荣美。让我们在神的面前跟神求说，神啊，今天我知道，但是我的力量软弱，恳求你帮助我们。我们用一个神圣的记号做结束，我们用启示录，就是在世界的周末，启示录描写在世界的末日的时候，众圣徒将在上帝的施恩宝座前，使徒约翰看见了这个异象，他说，我看见耶稣基督圣羔羊就站在新的锡安山上，与他同在的有104000人。这104000人是从未跪拜巴力的人，是从未跪拜这个世界偶像的人。这4000人是洁身自爱的人，这4000人是在他们的生命当中能够尊主为大尽其一生守贞洁到最后。各位弟兄姐妹，就是你跟我，我们有这个机会成为这个族群104000人。使徒约翰说，他看到这一群人的额头上带着耶稣基督羔羊的记号，也带着天父上帝的名字。各位弟兄姐妹，这是应许，这是勉励，这也是一个对我们的律例，教导我们必须保守我们的心。我们跟神说，神，我知道从今天开始我要为你而活。让我们同心来祷告。主耶稣基督，你讲活了以色列人在历史的年代当中的苦闷，他们脱离了奴隶，但是却没有办法脱离了罪的辖制。主耶稣基督，你知道世人的软弱，主耶稣基督，你知道我的软弱，恳求你复活的灵提升我，与你同行。就在今天的你的话语里面，让我跟尼哥底母，我们与你同到天堂，你的天国降临在地上如同在天上。主耶稣基督，求你复活的灵来遮盖所有我的弟兄姐妹，将你的印记盖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就好像使徒约翰跟我们说，我们的生命当中已经带着圣羔羊的记号，已经带着天父耶和华的圣名。圣哉，圣哉，圣哉！阿爸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